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8月1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创世纪45章16节到28节，马太福音第8章第1节到13节。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若愿意。这个月伫国际顶悬发生几件代志。对台湾来讲，特别有3件真重要的国际外交事件。第一个当然是美国的卫生部长来访问台湾；第二个是日本的前首相这个沈世人来到台湾来纪念伊的好朋友李登辉先生、李登辉前总统。第三是一个小小的非洲的国家派第一个正式的代表来到台湾。这3项代志拢发生伫8月初9同一天。咱先无去论到这个外交礼仪这种外交免责的部分啦吼。咱就看见讲台湾伫国际的通光度以及受肯定的程度，过去久长以来，台湾的外交总是受到真大的压制甲限制，也捌有8年的时间，咱的外交是自我互关门的时期。咱来看见伫拄着困境的中间的台湾，亲像去互关伫监狱内底约束共款。伫大家连迄个上有权柄的法老王拢无有法度的时阵，伊来做出贡献，互大家性命得到保全。这甲目前全世界所拄着的情形，甲台湾伫防疫顶悬的表现，好若亲像有一寡类似的关系。咱伫这个中间，咱去看见着咱所会通做的代志，也提出这个贡献，也得到真高度的肯定。另外是一个真受到世界来注目的消息，就是美国伫 Trump 的这个主持的下面，全世界拢认为真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就是以色列甲阿拉伯这个国家来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合约。这个赞处是大大提高比迄种停火协定较悬，也是讲咱用外交的讲法叫做准外交的关系。咱不得不讲，这事在人为啦吼。只要你愿意，拢会通来达成。真侪人拢甲迄个以这个冤家拢怪做旧约啦，怪做以撒甲以实玛利啦吼。其实是看咱有愿意无，因为上帝愿意互咱平安啦、和平吼。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第8章的角度是无啥共款吼。咧讲到一个泰国病人来找耶稣，伊来求医治。泰国病人看见耶稣就提出要求，讲主啊，你若肯，你若愿意吼，就会互我清气。这到底甲咱头前咧讲的这个代志有啥物关系呢？马太福音讲的是主啊，若你愿意，还是你若肯？顶面咱所讲的是事在人为。伫创世纪的经文内底，咱看见法老王接纳雅各全家的事。咱早已经提到，基督徒受到呼召，并毋是为着互家己得到福气尔定，咱是要成做迄个人人服侍的一份子，成做一个教会，成做互人受祝福的人。
这毋是牧师咧讲的吼，是圣经的教示。耶稣基督找见伊的门徒的时阵嘛，安尼讲着讲，耶稣佮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已经讲即个话，就对因分一口气，讲恁受圣神，恁救什么人的罪恁写什么人的罪就写去，留什么人的罪就留地。这写罪是主本来的愿意的计划，但是爱咱人愿意甲主配合。这是牧师要甲即两个概念甲连做伙约翰福音20章21节到23节的经文，主祷文嘛是安尼甲咱教示讲，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主愿意赦免咱，但是咱也爱愿意去赦免人。即个和平的关系建立是安尼开始的，是人的受医治嘛是安尼开始的吼。主已经先将迄个恩典予咱，因为伊愿意，因为伊疼世间人，亲像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讲的，上帝疼世间人。那主若愿意，就要成就。事实上，主本来就愿意，只是咱毋知，伊的心意，还是讲咱的信心不足，还是讲当主愿意的时阵，咱袂记去思考讲，我是毋是愿意，还是讲我是毋是愿意相信？就像迄个外邦的负责人同款的信心。进一步要来问，是毋是咱愿意成做伊的工人，接纳伊，也互人会通领受伊的祝福呢？咱搁再倒转来看约瑟的愿意，上帝使用伊，彰显上帝的愿意，还是讲上帝的旨意赏赐拯救，搁进一步互埃及。法老王也愿意用相当悬的规价，迄种外交礼仪来接纳雅各的一家。这两国是无关系，但是用安尼有一个和平的连结伫遐。对法老来讲，雅各的一家是外邦人，甚至伫迄个时代，你有求伫我，你有可能成做迄个奴隶为奸的人，因为愿意。上帝成就赏赐和平的旨意，以色列甲阿拉伯来着这个和平的路，但是有人就无愿意啊，依然在跳脚啦吼。台湾愿意公开透明并且捐赠喙蓝防护衣予需要的国家，得到美国的正向的回应，咱愿意。所以，咱承认索马里兰嘛愿意，而且拒绝中共的威胁，两国开始建立迄个和平的外交的关系。搁一摆天星，当咱愿意的时阵，上帝的甲上帝愿意相符合的时阵，咱就要来成就大事，互人得到福气。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8月1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创世纪45章16到28节，马太福音第8章第1到1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若愿意，或是你若肯。这个月在国际上发生了几件事情，特别是对台湾而言，有3件非常重要的国际外交事件。第一呢，是美国的卫生部长来访问台湾；第二是日本的前首相森喜朗到了台湾悼念李登辉前总统；三是一个小小的非洲国家。正式的派有史以来第一位的正式的代表到台湾来。这3件事情都发生在8月9号当天。
我们先不论到所谓的外交豁免这个礼仪的部分，那我们就看到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以及受肯定的程度。过去长久以来，台湾的外交总是受限，也曾经有8年的时间，我们是属于那种自我外交封闭的时期。我们看到也遇见，在这个遇见困难的这个当中的台湾，有一点点像被关在监狱的约瑟一样。当全世界，或是说我们看到连这个最有权柄的法老，他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做出了贡献。如同台湾在全世界都束手无策的这个疫情当中，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使得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那约瑟是使大家的性命得以保全，所以只要他愿意，或是只要你我愿意，我们都能够有所贡献，可以得到高度的肯定。另外一件举世瞩目的消息，就是美国在川普总统的周旋之下，全世界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大公国签署的这种关系正常化的合约。这个合约的层次大大高于所谓的停战协定，可以说是所谓的准外交关系。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事在人为。只要你愿意，不要把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这些国家的不好的关系永远怪罪旧约，永远怪罪犹太人，永远怪罪以撒跟以实玛利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经文马太福音第8章记载，我们看到一位麻风病人呢，他来找耶稣，他来求医治。麻风病人看见耶稣，就这样提出请求说：主啊，只要你肯，你就能使我洁净。那么今天这个经文跟前面的创世纪或是前面牧师在谈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马太福音说的是：主啊，你若肯。上面我们提到的是事在人为。可是我们忘记了，耶稣看到这个人的信心，这个人肯相信。创世纪的经文是法老王接待雅各全家的事情。昨天我们提到的，基督徒受呼召，并不是为了自己要门户就好了，而是我们要成为那个人人服侍的一份子，成为教会，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不是牧师说的，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耶稣基督在差遣门徒的时候这样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是约翰福音第20章21到23节。你们愿意赦免谁的罪，这是一个和平，谁的罪就赦免了。就如同主祷文也这样教导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也赦免得罪我们的人。上帝的心意是已经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愿意去赦免别人，或是我们已经赦免了别人，我们也要愿意。上帝已经将恩典给了我们，因为他愿意，因为他爱世人。如同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所说的，上帝爱世人。主若愿意，就必成就。事实上，主本来就愿意，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也可能因为我们信心不足，或是我们根本不愿意。主愿意，那我们是否愿意相信？
像那一位外邦的妇女一样有信心呢？进一步的问是说，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他的工人呢？愿意接纳他人，也使人领受祝福呢？我们在说约瑟的愿意让上帝的使用他，而彰显了上帝的愿意赐下的救恩，进而让埃及的法老王也愿意以相当高规格的外交礼遇来接纳雅各的一家人。对法老而言，雅各一家人是外邦人，甚至可以在面对这种有求于埃及的情况之下，变成奴隶的位阶的人。因为愿意，上帝成就了他所赐下和平的旨意，以色列跟阿拉伯就迈向和平之路。这是本来就是上帝的愿意旨意，但是还是有人不愿意啊，比如说伊朗就跳脚啦。因为台湾愿意公开透明，并且愿意捐赠口罩还有防护的用品给需要的国家，然后就得到美国正向的回应啊。我们愿意承认索马利兰也愿意拒绝中共的利诱，然后两国建立起和平的外交关系。我们再次的提醒，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与上帝的愿意或是旨意相符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就大事，使人蒙福。